今集港南會同大家去食自助餐，一邊嘆維港靚景之外，仲有大閘蟹無限任食。想知道喺邊度？咁就記得唔好行開啦！睇片之前記得訂閱我港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。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 Man 飲食生活頻道，又係我港 Man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尖東站隔離嘅麗晶酒店食自助餐。呢間酒店嘅自助餐長期都 full booking， 好受歡迎㗎。而今次佢哋亦都加入咗大閘蟹嘅主題，我哋就一齊嚟試下啦。餐廳除咗可以欣賞到維港海景之外，座位之間亦都有適當嘅距離，唔會有壓迫感㗎。而餐廳亦都提供有各式嘅茶類同咖啡，連港式奶茶都有，真係好貼心啊！跟住我哋好簡單咁高呼睇一睇有啲咩食呢？例如有 Parma ham 啦，有各式嘅沙律菜，旁邊嘅就有啲芝士，有凍蝦、凍蟹、青口、長腳蟹，當然唔少得添。而另外一邊就係有壽司，仲有6種嘅魚生，包括拖羅、帶子、吞拿魚等等。而另外一邊就係熱葷啦，包括有焗蟹蓋、炒龍蝦、鮑魚等等。當然亦都唔少得餐廳最拿手嘅薄餅啦，仲有咁大條蒸魚添，仲有嘅就係片皮鴨同埋今期無限任食嘅蒸大閘蟹啦。而呢個蟹粉海鮮焗飯望落去好吸引，一陣間都試下先。跟住仲有其他嘅熱葷，大家可以慢慢睇。而呢間酒店嘅甜品亦都係好出色㗎，一陣間要留返個位裝返呢啲甜品先。首先就北碗湯飲下先啦。今晚嘅就係蟲草花蓮子淮山老雞湯，而另外一碗呢，就係雜菜湯，好濃味，好多雜菜啊。跟住就攞咗少少冷盤同壽司試下啦，包括有壽司啦、凍蝦、凍蟹腳，仲有啲膏咳添。賣相都好靚，唔錯。凍蝦都好紮實，攞落去都好新鮮，好爽彈嘅，都好有蝦味。至於個凍蟹腳呢，解凍都解得唔錯，唔會覺得好鹹。壽司亦都好貼心咁做得細細件，方便食之餘，亦都可以試其他種類嘅食物啊。跟住就嚟到主角出場啦，就係大閘蟹。今次餐廳起用嘅大閘蟹大概3兩重一隻，而呢家亦都係食大閘蟹嘅季節。大閘蟹好靚，好多膏。跟住就攞咗啲熱葷食下，包括有花膠。花膠雖然唔係好大隻，但係都浸發得唔錯，炆得都幾入味嘅。而呢隻鮑魚呢，就都只係大過個5蚊銀少少，
味道就稍為一般。呢個慢煮豬肋骨，肉質都煮得好腍，再配合埋呢個菠蘿沙沙醬，有解膩嘅作用。而比目魚嘅表皮呢，煎得都好香脆，食落都好腍滑。至於泰式烤雞，味道就正常發揮啦。蟹粉焗蟹蓋，若果再加多少少蟹肉，味道可能就會突出啲。跟住呢個蟹粉海鮮焗飯，蟹粉配合海鮮，再加上芝士同醬汁，好鮮味啊！跟住又攞咗其他食物嚟試下，羊架外層焗得好焦香，啲肉質都係好粉嫩嘅，唔覺好重嘅羊騷味。呢一件意式披薩雖然只係配上簡單嘅茄醬、芝士同埋意式肉腸，味道都正常發揮。而片皮鴨就用薄餅皮包住青瓜絲、蘿蔔等配料，配合埋醬汁一齊食，味道都唔錯啊！跟住落嚟就輪到甜品時間啦。呢個芒果奶凍，芒果唔會太甜，食落去幾清新。雲呢拿焦糖燉蛋，焦糖做得好脆好味。跟住嘅就係特濃朱古力蛋糕。鍾意食朱古力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啊！甜品除咗蛋糕之外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雪糕啦。酒店有8種口味嘅雪糕，全部都係自家製。個人推介嘅就有蜜糖開心果啦、港式奶茶同埋雲呢拿薑。呢幾種口味我都覺得特別好食。觀眾朋友，你哋都可以試晒咁多種口味，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哋鍾意食邊一隻味道。話咁快，今晚嘅自助餐又食飽飽咯。今次喺麗晶酒店港畔餐廳食嘅自助餐，除咗有大閘蟹任食之外，食物嘅種類都好豐富。而甜品方面，我就覺得特別出色。尤其是呢個特濃朱古力蛋糕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仲有佢哋嘅自家製雪糕，都係好好味㗎。再配合埋咁靚嘅維港靚景，真係食得好暢快，好開心啊！今集嘅影片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我嘅分享啊！若果大家都鍾意我今集嘅影片，希望大家點讚、留言同分享。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講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